台糖以早专门咧载甘蔗的5分仔车，即马是转做观光。啊，若欠点就是空气污染。家己的蒜头糖厂即马嘛替5分仔车咧斗排烟器，希望减少污染，提升观光品质。两台5分仔车发布，烟当讲的烟就一直冲出来，也毋过有斗排烟过入去的即台烟就减足侪。为要互坐5分仔车的人袂阁闻到油臭味。 家己关蒜头糖厂的5分仔车，要来豆豆改善排烟的问题。很舒服，然后可以欣赏沿路的风光，没有烟的那个伴随，感觉很好。以后啊，到延伸到高铁的时候，或是到时候南故宫的时候，那其实这个污染的状况会更明显。那尤其是高铁或是南故宫吼，尤其像南故宫现在是我们的空品净化区嘛，那以后如果它延伸到那里的时候啊，如果民众看到黑烟的话，其实就是对民众的观感其实就有很大的影响。 蒜头正定文化园区的5分仔车，单年载客量有将近10万人。嘉义县政府目前当日推出台糖铁路连接高铁的建设，希望透过改善5分仔车铁轨路沿线的空气品质，会当吸引更较侪旅游人数。目前我们这个蔗城园区里面是使用了4台的那个火车头，那这2台是由县政府帮我们加装那个滤烟器，那另外那2台我们会在变预算来做。 那至于说在铁道延驶到高铁这一段，我们会在明年的6月会发包，目前是在细部设计当中。嘉义县环保局表示，这摆5分仔车斗的排烟过滤器，主要是参考阿里山新林铁路所使用的设备，唔但会用伫网路顶面来监测，每一台5分仔车一年嘛当减少200公斤的 PM2.5。希望未来台糖铁路连接高铁甲故宫南面的时阵。 会用提升5分仔车的观光品质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